咁啊，今日介紹呢個 FEEL 嘅 K15嘅座台式解碼連 headphone M 啦。咁喺尾段嘅時候咧，直接咧都講埋 K17啦，因為都費事再開一條片咧講 K17啦。因為其實 K15同 K17咧大致上咧有99% 咧都係差唔多，幾乎一模一樣嘅。只不過睇調音方面咧係我聽過之後咧，其實係有所分別嘅啫。咁所以咧咁索性咧就一條片講晒 K15同 K17啦。好，開片。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要更多原動力拍片，要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同埋訂閱。咁 FEEL 咧，其實佢出咗幾部嘅座台式解碼啦。咁由 K11去到 K13，咁啊升到咧因為 K11同 K13咧都係同一系列嘅，都係以簽收啦或者輕巧嘅係作呢個賣點嘅。咁而去到 K15咧同埋 K17咧。個外形咧就有所分別啦，咁真係大部好多，同埋重好多，同埋足料好多。咁所以我定位咧都係 K15同埋 K11。咁啊 K15咧同埋或者 K17啦嚇，同樣咧都係已經係離開咗 R2R 呢個解碼嘅系列嘅啦。咁啊採用 AKM 嘅 DAC AK4497S 去解碼晶片嘅，咁所以成個嗰個聲底咧係完全唔同晒㗎啦，已經個方向都唔同嘅。與此同時咧，佢砌嘅 Power M 時候咧，已經係砌到咧好似一部 Two Channel 嘅 M 嘅時候咧，採用 Class AB 或者設計去做 circuit 咁，所以成個嗰個佈置咧，其實根本就係一個 Hi-Fi 嘅 Two Channel 嘅 M 嘅，只不過濃縮咗咧係俾一個 Power M 俾埋呢個解碼啫。咁所以成個定位咧都係好比較 high end 嘅感覺多於一切嘅。咁 support 方面咧，佢除咗係 support USB DAC 之外咧，仲有藍牙啦，咁啊有光纖啦、同軸啦，同埋有嘅 RCA 嘅輸入啦等等啦。咁所以嗰個嘅玩法咧都比較全面啲嘅。嗱，睇翻個圖嘅時候咧，其實佢都解開咗好多咧，用咗2粒嘅 AK4497S VQ 嘅晶片啦，咁啊一堆嘅LPF 啊。嘅 voltage field buffer 啦、volume control 啊、gain 咧，全部咧都係採用高級嘢嘅。咁所以成個整嘅定位咧，佢都係偏向咧係高級嘅 high end 嘅進發㗎啦。同埋咧，佢本身嗰個 Power M 咧都係玩呢個 AC 同 DC 嘅，咁所以佢嗰個嘅用料咧喺個電源方面亦都下咗功夫嘅，就唔同喺 K11同 K13嘅裏邊嘅。喺 USB 方面咧，佢 support 到 Expo 嘅 chipset 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喜歡用呢個電腦去連接呢部機嘅時候咧 ，Expo 咧係有呢個 support 咧係一定要係首選嚟嘅。咁喺轉零件方面咧，佢喺途中咧見到一堆嘅高級嘅零件啦，咁所以佢成個嘅定位架構咧，佢都係偏向咧係 high end 嘅 two channel 嘅 amplifier 咧去進發嘅。咁所以咧，絕對咧就唔係一般係俾座台式嘅感覺咧，俾到你好穩重嘅設計。成部機咧都係大型設計嚟嘅。面板方面咧，其實佢用咗2個嘅好傳統嘅針標嘅設計啊。咁所以咧，當然佢係 digital 啦，係數碼嘅 display 去顯示，就唔係 analog 嘅標。咁所以成個換味咧，都覺得咧係走翻去以前咧。嗰個年代嗰個玩法嘅係好玩啲好卡式嘅感覺，咁所以成部機嘅定位外形咧，佢都係咧走向呢個穩重咧，同埋配合時代嘅設計，咁所以咧佢亦與此同時咧有翻咧係今時今日所需要嘅設定啊 USB 啊，咁方面咧 display 除咗可以顯示針標之外，亦都顯示咧歌曲嘅相片啦，同埋歌嘅，同埋咧。仲可以 support 極加 LAN 嘅，即係嗰個嘅 RJ45頭啊，咁所以成部機個定位咧，佢都係包羅萬有咧，攬括晒所有 audio 解碼嘅設定嘅。無論你有網絡設計啊，無論你網絡嘅使用啊，USB 去解碼啊，攞部 hard disk 去懟落去啊，又或者係駁 amplify 啊，做 PM 啊，一咧。兼夾攞埋嗰個手提電話去藍牙輸出咧，一係包羅萬有玩晒，全部 support 晒。咁所以仲有咧，佢就可以玩到 AC 嘅即係內置電源啦。你可以
去繼續使用啦。又或者唔中意嘅，你玩埋電源咧，俾個 DC 十字 book 佢咧，亦都可以。咁所以成部機咧都係走剛才頭先嗰句咧，就係 high end 路線嚟。好啦，先嚟講講規格啦。規格型號方面就係 K15啦，咁啊 support 到嘅 XMO 嘅晶片啦。重量方面咧達到2100 gram 嘅，即係2.1 kg 啦。咁啊 support 藍牙格式方面咧就採用5.1嘅設計嘅。咁啊 SBC、AC、aptX、aptX、LL、aptX、HD、aptX、Adaptive 啦，同埋 LDAC 嘅，乜都齊晒啦。咁啊佢 display 係3.9寸嘅3.93寸嘅 display 嚟嘅。WiFi 方面咧就 support 到2.4同5G 嘅 Dual Band 啦。咁啊有平衡輸出啦、光纖嘅啦，仲有同軸啦。咁啊 RC 咧，咁其實一般嘅所有都齊晒㗎啦。好啦，我睇睇 Audio 方面啦。嗱 Audio 方面咧，佢係 support 到 6.35mm 頭啊，同埋 4.4嘅。喺 6.35嘅時候咧，16 嘅時候啊，可以出到咧1400個 mAh，真係乜都夠啦。咁啊 Crosstalk 咧只係76嘅啫。咁啊靈敏度咧122 dB， 相當之高啊。頻率開方面咧，基本咧就20Hz、20kHz 嘅。咁喺 4.4 嘅時候咧，咁啊16嘅時候有1400個 mAh， 咁啊同 6.35 一樣嘅啫。咁啊 Crosstalk 咧反而咧喺 4.4 嘅時候咧去到咧116 dB， 相當之好聲啊！靈敏度咧達到120 dB 嘅。咁啊頻率響一樣啦，都係20Hz 至 20kHz 啫。咁啊整體個去嘅程度咧，真係去到極致㗎啦！真係如果你話唔係專速 Hi-Fi 品牌或者 Two Channel 咧，其實佢開始咧係將呢啲進發㗎啦。一樣啦，我都係採用咗呢個嘅 Hibi 嘅 UR6咧，係連接呢個 K15嘅聲嘅。好啦，先嚟聽聽 AB 麥當勞啦。整體個立體聲咧，豐富到冇得頂啊！完全咧，你係融入到個現場感嘅。但係咧個聲音伸延度咧，真係比 R2、R 咧係好啲嘅。咁唔知係咪因為 AK 嘅解碼晶片嘅魔力啦？咁所以成個嗰個嘅音樂伸延感咧，個弱音位啊、尾音咧，營造得相當之好啊！置身喺現場一樣啊！低音方面不 Dusty Bottle 啦，低音唔拆聲啦，同埋咧嗰個嘅音樂感嘅 punch 即係做得相當之好嘅。鋼琴聲方面嘅西村由紀江咧，其實嗰個高音同埋嗰個空氣感咧係還原得相當之好，尤其是啲琴鍵聲聽得相當細緻，高音咧亦都唔似好圓潤嘅。咁啊，最後聽聽麥當娜首歌啊，一開聲嘅時候咧，其實成首歌個音樂感咧，一起奏音樂嗰下咧，你係聽得出嗰個音樂感相當之濃厚，相當之好聲。又係一句啦，你真係開緊聲嘅時候，你係唔捨得除開個耳機咧去聽，繼續想聽埋首歌，完整首歌先去除翻低嘅。咁所以成部機嗰個聽感咧，相當之好啊！雖然我唔知價錢幾多啊。咁我講翻 K17 啦，咁啊一先一併去綜合翻 K15 同 K17 其實咧本身嗰個嘅解碼好啦，又或者係成部機咧嗰個配置咧，幾乎咧係我唔敢講話100% 係同 K15 一樣啦。其實99.9咧都係一模一樣噶啦。咁點解會出現咗 K17 呢件嘅物體咧？其實咧本身K17 嘅定位咧就好似咧係 K15咧嘅進階版，但係我一聽嘅時候咧，因為我當其時係直接嘅同 K15 即場比較咧 ，AB 比不斷喺度左穿右湊嘅試嘅，我就覺得 K17 咧其實整體方面嘅聲底咧，係比 K15 係收斂咗嘅，反而我覺得 K15咧喺播放咁多個歌曲裏邊咧，係好放嘅，即係話好 open 咧，係做得相當之好，話伸延啊或者聲底嘅音樂感咧係相當之濃厚啊。反而 K17咧，我就覺得樣樣咧個調音個方向咧
係比 K15係收斂咗。咁如果你話問我買邊隻嘅，我會贊成咧係用 K15去買，因為 K15嘅音樂感咧係比 K17咧，我個人意見咧係濃厚好多嘅。K17唔係唔好聲，K17你會覺得聽落去咧就好似好局促嘅感覺嘅。第二 K15咧好開放性，好 open 咧，令到有音樂感咧好豐富嘅。咁當然咧，如果你就咁直去聽 K17，唔聽 K15嘅話咧，你就唔會發覺有呢個問題嘅。但係當你去 A/B 比較職場係 K17、K15、K17、K15嘅比較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我個人意見啦嚇，就會 K15咧係會好聽好多嘅。原因咧就好似覺得呢部打音機係擺咗你面前一樣嘅，但係 K17咧好似少少收斂嘅感覺嘅。佢唔係唔好聲，只不過嗰個聲底嘅取向咧就同 K15咧有少少分別嘅。咁所以大家就要聽聽究竟你會喜歡 K15聲底啦，或者 K17咧？價錢我相信咧 K17會貴少少嘅，我相信，因為我冇再會做 research。咁但係如果你話俾我選擇嘅話，我會推薦俾大家係去用 K15咧嚟聽歌咧，係真係相當之唔錯嘅，因為佢整體嚟講咧係真係冇數碼味嘅，而且咧佢分析力相當之高，同埋個音場闊啦，同埋音樂感係相當之濃厚嘅。咁所以都有一句啦，雖然我講話 K15好嘅，咁但係未必係適合閣下嘅需要。咁所以都有一句，務必大家聽一聽，比較翻究竟自己嘅取向，究竟啱邊隻嘅機啦。好，今日介紹咁多，我哋下條片再見啦。Like、share 同埋 comment，要更多原動力拍片，要需要更多人嘅支持同埋訂閱。